太平径的萧牧师哈。那前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抱歉，我快筛2条线啊，快筛2条线，啊刚好又没有碰到下个礼拜，好像要改成5天，对不对哈？他说啊这个安全起见哈，我不能来，我想说啊那还好啊，牧师没有被派到别的地方，我就自己来处理。那我们也常常在讲说，计划赶不上变化的，神总是让我们在不同的时刻领受不同的恩典。那台湾神圣主日，我们仍然要一起来关心哈。我们周报有夹一个奉献袋，我们如果有感动，我们可以为这个中心来这个神学来奉献。我们先看一段他们介绍的影片，我们再来分享主的信息哈。我们请同工来播放这条影片。150年前，只有28岁的马街来自遥远加拿大，台湾就好像是偏乡。我还记得那一次是一个台风天，然后我就来这边了。那天晚上就很可怕，因为就是台风，然后我的手机一直响那个土石流的警报。然后我就害怕，就是教会会不会被冲走这样，然后当下就会突然有一种无助感，是跟第一次来的时候不一样，因为这次是只有我自己，然后就一直想到之前有些牧者说什么他们屋顶漏水，然后要睡厕所什么什么，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啊，对，我现在真的已经在偏乡的一间教会了。好像是我记得，属灵的家人一样，我们又是同胞，又是弟兄姐妹，然后看到这些羊群是没有牧人能够持续这样喂养下去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的悔改，在神面前的祷告，那就死就死，就好像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里，它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在这个地方，嘉义县的番路乡，大部分的人是以务农为主，那教育的水准也相对没有大都市来的这么的高，那经济收入也没有这么的高，那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差异。那生活上面当然也有很大的差异，像在乡村这个地方，大部分的人都早睡早起就要去田里工作。我倒觉得说，并不是地理位置的偏僻，而是这个偏僻是存在人的心里面。服事的事工常常打掉重练，也可以说是用一种滚动式的调整。毕竟没有一项事工是从头一成不变到结束的。这些事工它好像只仅置于在撒种，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收割，所以有些事工我其实就是改型或者是直接砍掉。我们应该要做更多的是在同工的建造上面这样。我不是为了自己而走上这条道路，是为了神的旨意，然后我是他的仆人，神要我去哪里，我应该去顺服。会来到这个地方，也是我跟上帝的祷告说，我想到一个偏乡去。其实上帝也真的就是回应了我这样子的祷告，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教会去服侍。有时候也会常常这样想，但是当我静下心来去仔细的回想跟仔细的去跟自己的呼召对话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既然上帝已经答应了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服侍，那我就要在这个地方能够有一个比较长远的时间，除非有一个很明确的指示，我该离开了，我才会离开。我觉得身为神的仆人，还是要看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就是祷告，然后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上帝要我离开平林的记号和感动，都完全没有。然后反而是在祷告当中就看到一些孩子的脸弟兄姐妹的脸这样，然后我就那一刻我就决定要留在平林了。若不是上帝要我走，一定有上帝他的心意。去年的时候，我才把我的户口迁来这个地方。那这一个身份的影响，其实它是超越传道人的身份，也帮助我
重新去调整我的服事，不是只有在教会跟教会有关，而是它更广泛的是，我可以跟更多的人去做互动跟连接。马街的宣教事工，如今在台神一直持续着，从课堂上以及团契生活里延续马街精神。我们是一群活在异象中的人，在上帝国逐梦，一起兴旺福音，点燃生命之火。台湾神学院的校训就是对上帝有信，对人有爱，对土地有情。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培育一群敬畏上帝、爱教会的传道人与教会工作者，继续传承马街的精神，就是谦卑于上帝的呼召，愿意去到最需要的地方，通过爱与受苦，让人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来的拯救与盼望。也因此，我们非常需要众教会弟兄姐妹你的奉献、支持与代祷。好，感谢哈，谢谢这个影片刚才跟我们做一个宣告，就是很多年轻的传道人被培养出来之后，他们会被有的是用抽签，有的是自愿到偏乡。那我们第二堂礼拜，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你是第一代基督徒，就比较有少这种经验啦。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一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是从偏乡来到都市的。当初可能为了工作、为了生活、为了读书。那基督徒永远存在一个信念，就是在台湾很多的偏乡，还是有很多需要我们关心的地方，我们需要去关心。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我记得我跟谢牧师32年前，也是从偏乡的偏乡，从七美的这个小岛搭渔船来到我们富强教会。虽然离开很久了，但是心中总是有一个念头，就是说能够为故乡、为偏乡做什么。我们也一起来关心神学院他们的事工，他们所栽培出来的年轻人，他们在山上、在海边、在离岛、在服侍神。如果你有感动，我们可以用我们周报所附的这个奉献袋来为他们做奉献。那今天牧师也借这个主题，就是举目向山，敬祷守望，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负担。我们刚刚读了经文，大家很熟悉，因为这是诗篇120篇给我们的一个非常话语非常的平顺，而且给我们很大的震动的一篇诗篇。借着这篇诗篇，邀请大家一起参与我们教会的整个祷告的行动。等一下经文我们会再做复习。那我要先做一个起头，就是说我们的总会。长老教会总会在10几年前，在2009年的7月就开始推动了一个叫做全国举目向山祈祷会。那个祈祷会的缘起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碰到全世界的一个金融风暴、经济衰退。大家如果有一点年纪的都知道，12年前发生什么事那个时候呢，全世界被雷曼兄弟这一个投资银行的一个倒闭，全世界都被波及了，有些银行也跟着倒闭，就那个时候是很大的一个冲击有的人事业都没了，有些是他的投资都全部取消了，很多人到那个银行去抗议，说我的钱怎么都消失了，那股票就不用讲。那个时候也遇到我们台湾刚好政党轮替了，跟现在一样，都遇到了一个中国的威胁，那感到很大的一种挑战。还有，当时我们为了要迎接2015年
当时是就是2009嘛，6年后要迎接社教150周年，那时候推动一个叫101宣教运动，希望神的恩典能够让我们的全台湾长老教会的人数能够达到25万人。所以那时候推动这个举目向上祷告会呢，有主要3个部分，一个是个人教会机构为自己我们自己先认罪悔改，因为悔改的心才能够圣洁，悔改的心才能得神面前得着神的应许。第二个就是为宣联福音101宣教运动教会复兴，2015年得有20万人来祈祷，当时也为了台湾的平安、族群和平等、民主政治成熟、平顺来祷告。那这些当时推动，它是用各种方式，比如说用祷告会、各教会祷告会来进行，而且当时总会还派了一个小组，他们安排很多牧者年轻的牧者来写这样的代祷内容，还有信息就刊在教会公报里面刊登来祈祷。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在2015年就在富强教会，你会有印象说，当时我们全教会动员到这个长荣中学参加我们的教会日教会日，那展出我们教会的一个改变化的一个成果那我相信到现在大家还有记忆犹新，因为当时我们参与这个演出还包括很多活动参与各样的活动，很多人都参与在里面。到今天我们教会还留着7年前的一些物品还在你看了你就有印象你就回忆起来。第一个就是这个在楼下的这个巴克里牧师的一个人偶这个图像，当时就是在长荣中学在举办教会日的时候，在显示我们教会整个改变那个时候我们把它留下来，到现在还放在我们的教会第二个就是这就是我们富强教会当时为了一个展示一个图表有9章来介绍教会的一些历史渊源演变组织，那现在还放在我们的2楼的会议室就像一个海报的性质如果弟兄姐妹比较少进去那个会议室，你可以要骑机车的时候进去看一下你大概看个3-5分钟，你就知道原来我们富强教会是这样经历过来的。那这些都跟举目向上祷告，还有包括101运动，还有我们教会一个特色教会的一个影像，都一直在那边做我们教会是参与在其中的。感谢主，这个举目向上祷告会呢，它不只是在各教会推动，当然有的教会配合，有的教会比较少，但是它的那个信息到现在在教会公报还继续刊登像这一期就是11月2号的教会公报就刊了这个举目向山的专栏是有一位牧师所写的，在异乡中生存的下甲当主题用创世纪来书写。那是一个在东部乡下的教会王丰洲牧师所写的。那这个是实体的教会公报所贴的如果你去翻那个教会公报大概是在第20页的时候，这都有一个固定一个专栏，它还包括有一个礼拜程序这个信息都写在里面。那有的教会如果同工不多，他就可以用这一篇来带领教会来做礼拜教会来那个信息来分享。弟兄姐妹，为什么总会当时会推动举目向山呢？因为这个举目向山是从诗篇里面给我们得到的一个指示，一个学习。当我们举目向山的时候，我们会存着敬畏的心、仰望的心、前进的心。那这也跟以色列的地理环境有关我们都知道巴勒斯坦就这个地区的以色列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他们那边有很多山高高低低起伏，所以在历史上很多著名的事件也都跟山丘有关。上个礼拜我们曾经分享了摩西他受呼召就在上帝的山何烈山，那后来他也在同样这个何烈山也叫西乃山的地方，上帝颁布了10诫。我们也听到以利亚先知在
征战的时候是在加密山跟巴力的450位祭司在那边征战得胜。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在他伯山来变貌，所以这些山想象中不是我们台湾那种高山，这个百岳那一种了哈，都是可以在山上的，但是台湾的山更高啊，也更漂亮啊，不用说。那耶稣也曾经在耶路撒冷城外面的山丘，他在服侍以后，在附近的旷野小山丘上那边安歇，让心灵重新得力。所以以色列人的传统，特别是圣殿，它是盖在耶路撒冷这个锡安山。这锡安山它的那个高度有700公尺，700公尺，那就也不低了啦哈。但是因为那个以色列那个地形呢，比较属于老的地形，所以山坡就已经被砍掉很多了啦，砍掉很多，不像我们台湾的山，有的山是新的，那个年代比较短，所以那山很高。那因为圣殿盖在这个小山上面，所以前往圣殿你必须要一步一步慢慢走，因为上山就是没有办法快嘛，快的话会很不舒服，很容易喘，所以要一步一步，跟呼吸、跟脚步一步一步，然后很稳健的，好像在祷告一样，好像在呼求一样，好像按着你的诗歌在那边唱诗歌，或是回应性的诗歌往圣殿去。主耶稣在12岁的时候，也跟他的父母我们之前也提过，约瑟跟玛利亚，他上行前往耶路撒冷，所以121篇、120篇、123、122这3篇诗篇都标示说是大卫的诗，而且是叫上行之诗。上行比较没有那么明确了，台语叫上家，有没有？然后背家有没有听过？就有一个家，那我们爬上去，那一种比较谦卑，没有很冲突那种心情。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原来诗篇121篇所写的，跟他们的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很深的关系。那这张就是地形图，耶路撒冷地形图，中间那个高高的地方就标示着耶路撒冷有754公尺哈。那最明显对比的就是它山下有一个出名的城市叫耶利哥城，这耶利哥城历史还比耶路撒冷更久，在非利士人那个时代，就好像就是一个古城就对了啦哈。很多人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都会去那边，因为他们那边的野枣啦，他们那边的那个很多在地的东西很出名。耶利哥是水平面下250公尺，所以高低落差就快1000公尺啊，那不小哈。那约旦河也在那个谷底这边所以我们看到犹大高地，因为这样子圣殿城又建在小山上面，所以难怪他们要上山的时候，就是一种前进的心。我们可以从对面的山谷的山坡上看到这张照片，就是整个耶路撒冷现在的城市都盖在一个小山丘上面。最前面的就是一个吉伦溪谷，就是要一个下坡再上来。当然，比起我们台湾的高山是差很多啦，因为已经很久就被太多的人在这边居住，所以有些都被磨平了哈。有时候我发现说，原来我们住在台南市以为都是平地，不像有时候我开车从我们的那个虎尾寮这个从化区，要去高速公路，发现说，原来我们的教会这边是高高的，往下坡走。我们看到我们那个 Coco 他们的住家在那边呢哈，看到有好几层一直下斜坡下去，表示台南也有山坡在仁德那边有一个很低谷，有以前是一个湖一个水潭呐，那所以有一个高度就发现说耶路撒冷，他们在这个山上，所以诗人他们想说要上圣殿，这个就是旧的圣殿遗址。我们常讲说西墙有没有？哭墙就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要上这个耶路撒冷
祷告、敬拜，还要有一种虔敬的心。也因为这样，诗篇有一个很标准的要进圣殿、要敬拜神啊，或是祷告的诗，它叫上行之诗。好，那后面这些字就是台语的啦，台语的标示“上行”的诗。那上行之诗表示说，我们面对危难跟困苦的时候，我们举目向山，仰望创造天地的主上帝，从祈祷中我们得着力量。这种前进的心是从这个地形开始就酝酿出来了。这种信仰是确信创造天地的主，他是历史的主宰，他要看顾人民。通常诗篇120篇，我们如果你会台语的起应文就知道了，它是一种对话的，一个人读一句，或是对象不一样，用对话的方式来呈现。那可能是这个研究者说，这诗篇也可能有3种可能性，这种类型了哈，诗歌的类型。第一个是个人自己的灵魂对话。那我们看到刚刚我们读的这个诗篇120篇，我们看到说这个经文怎么读？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对自己讲话，我要向山，我的帮助从哪里来？而且他又回答自己说：“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耶和华来。”好，那第二个是信徒跟神职人员就是跟刚刚第一堂礼拜的时候，我们的荣泰执事他起我们会有来应对应的一种对话式的话第三个是一群朝圣者在旅途当中，他们的灵性导师之间的对话，甚至会用诗歌来对唱。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印象为什么原住民很喜欢唱歌？原住民他们都住山上，对不对？包括客家也都住在比较有山坡丘陵的地方。你讲话太辛苦了，用唱的比较快我们知道台湾有一种诗歌的类型叫修波，有没有听过？波瓜啦，就是我唱你应，我唱你应。所以台湾的流行歌曲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类型叫男女合对唱，对不对？唱一句你唱一句当然跟那个感情有关的，那就更恰合那种对应。但是这个诗篇就是一种对应的话跟老师间的对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彼此问、彼此答，在确认这个信仰是创造天地的主，他会帮助受苦难、面对危难的人民。诗人表达说，在旅途中面对危难的朝圣者，仰视高山，再超过山，还直视众山。这个山是一个视觉的一个启示，但是是山在更高的神在那边。所以台湾最容易去体验那个高山上那种虚无缥缈之间，那种神所创造的美好跟伟大。那我们既然是处在一个多山的一个岛，我们更能够体会诗人所讲这些话，因为上帝是一切力量的来源，让我们这个敬畏大自然的现象之上，就是上帝的力量，因为他要保守子民不受侵害。换句话说，这一种崇高的高山峻岭当中，我们发现人的渺小，你就会越体验神的崇高跟伟大。弟兄姐妹，大家都很熟悉，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因为多山，几乎是2/3的土地都是山地了哈。我们说这个是上帝所赏赐的宝贝，很多人都很理解，对台湾的地形非常的清楚。台湾是北回归线经过的地方，从整个地球的一个地理环境的研究北回归线所经过的地方很多都是沙漠，因为可能是那个气流的关系、地球运转的关系那个水汽不会到这个地方，所以很多地方不下雨，干旱。那台湾例外为什么会例外呢？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在大海靠近太平洋，第二个我们这边有台风。每一年台风带来的雨水，带来了虽然有些损害，但是台湾不能没有台风，因为有台风才上台湾呢。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有高山，高山可以凝聚那些水汽，
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山上，你喜欢到高山去旅游，通常都我们早上活动，下午就要注意啊，下午整个云雾就绕过来了。它光不下雨，就是那些云雾在滋润，很多树就得到应有的水分，因为有些树它会吸收那个水汽，更不用说我们高山镇上这些山，它们的根树根就定在这个悬崖峭壁上面，把许多的雨水，把许多的水分锁在那边。所以台湾是有一个无形的水库啊，我想比曾文水库，比所有的什么翡翠水库还更大的水分，是因为这些树帮我们留在山上。当雨没有的时候，它会慢慢渗透下来，变成溪水。很多人喜欢到山上，或是到溪谷那边去盛那个听说是万年所渗透的那个水，哇，觉得很好喝，很甘甜。那这些都是神赐给的宝贝啊。所以有人说，台湾看起来岛不大，但是如果用这个高山起伏的这个平面来把它好像一块布把它拉平的时候我们的面积会不输日本呢，至少不会输那个日本的那个本州那个地方。当然是一种象征啊，比喻。换句话说，那个高山低谷那些平面，比平面它所占的体积面积就更大了。那换句话说，我们台湾很多人喜欢到山上去，但是台湾因为山又加上气候变化，台湾的爬山是有一定的风险跟难度，所以很多人就更敬畏了。在座如果你是一个登山者，你会发现说，每次要上山而行，都是一种很敬畏、很谦卑的心。没有人敢这样子是大辣辣的什么都不准备就上去了。很多那一种爬山遇到山难不是因为他有多少装备，而是他的心态对山太轻视了。所以我们都很理解，用谦卑敬畏的心，一步一步往高处而行。前几天呢，牧师看到一位牧师的朋友，他在脸书说，他去跟朋友去爬那个大武山。我们屏东那边有个大武山，是南部的很漂亮的高山很多人喜欢去爬这个山。然后他就跟他先生拍了很多漂亮的山景的照片。我们就可以从这些照片看到原来台湾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岛这样漂亮的云雾。我们在许多国家的山也是很高但是那些山都光秃秃的，或是很干燥，对不对？那台湾就是因为每天下午就开始云雾来了，所以那个云海跟山连接在一起，那种美妙，很多人一旦爬山爬习惯了，只要你体力可以，他就觉得好像一个很深的吸引力爬的时候很累惨兮兮的，然后下次又要下去爬了，好像上瘾了一样那这些都是非常漂亮的山，这个山景让我们觉得台湾真的是很幸福了甚至有那个百岳还可以用开车到附近去了这个是在合欢山那边那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这个是台湾的最高山玉山那这一张图画就更漂亮，很像泼墨画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些山里面去体验大卫所写的诗，我要向高山举目，是举目而已不是上去是刚举目，就是一个前进的心就出来了。我们基督徒也要向山举目，信祷守望，就是仰望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求上帝保护我们，赐下平安，然后信心跟力量，举目向山，求神赐给我们。这是一种基督徒从环境当中自然升起的一种前进的心，一种祷告的心。弟兄姐妹，我们说12年前总会发动了这个向山祷告，举目向山祷告。今天我们同样面临一个新的时刻到了。12年前发生那个世界金融危机，其实今天的危机也不小，因为我们发现说乌俄战争所产生的整个世界的一个产业改变，很多通货膨胀，很多的金融遇到的风暴，
股市变化，我们就知道说我们面临到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同样要学习这个举目向山、同心守望的这个时刻。我们看到这个诗篇他怎么教导？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然后自己回答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耶和华而来。”耶和华怎么说？怎么做呢？他能做什么？他说：“他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不打盹，脚不摇动，也不打瞌睡，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庇应你。应许说，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圣经的恩典告诉我们上帝的眷顾。他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诗篇我们一起起应，我们一起背诵，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吟唱。弟兄姐妹，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刻邀请大家呢？我们记得上个礼拜牧师在这个投影片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举办一个荣耀丰收的时刻，要来做一个连锁禁食祷告。那我面临这个时刻有一个感动，就是大家一起在学习这个举目向山一个仰望祷告的一个时刻。我们知道3年的新疫情解封，新冠疫情要解封，我们要推动福音事工，我们教会要重启建造。这3年来，很多地方很多事工停顿掉了。那也许再过1-2个礼拜，政府会宣布说：“哎，你可以把口罩脱掉。”当然没那么快，可能到户外去可以，那或是牧师在台上离大家远一点的，可以脱口罩。那教会很多事工要重新再来，已经停顿了、冷掉的，要重新再热起来。我们也宣告了，2026年是我们教会庆祝50周年的7年。最近的是，因为我们教会幸福小组到这个礼拜要告一个段落，我们只剩下我们刘院长他们新楼医院所推动这个小组启动小组还有1次，我们就开始要进入收割期了。我看到我们6个小组弟兄姐妹，大家好用尽心力邀请这些 base 一次再一次的跟他们分享说得福音的好处，加入富强这个幸福教会的好处。那人的努力总是有限，特别是邪灵撒旦在工作，他要搅扰你，遇到很多困难你要突破。我们的小组同工会遇到一些阻扰，我们的 base 的今天说好，明天又不好了，今天愿意，明天又不愿意了，因为那些搅扰不是人能控制的。所以我们是进入到抢救灵魂收割的季节。我们又这个月跟下个月，我们是进入福音主日，下个礼拜开始有感恩节，有代降节，有圣诞节，这个福音的季节。那同样我们面对一个挑战，我们不是说计划好了事情就自然成熟了，不是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不是有钱就解决了，不是有人就解决了，有一群经验的人做了，就什么事情都好了，是因为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更警醒合一的祷告，因为是为了得灵魂的事。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事，属灵空间的事，不是人按照计划，好像我们种一棵树，它就会慢慢成长，是因为有圣灵的保护。特别是我们这一些从事第一线的福音勇士，我们特别要求圣灵来遮盖保护，要阻挡一切的攻击。你没有经历，你不知道说那个攻击有多厉害所以有一句话说，撒旦最喜欢的事是你不传福音你悠哉游山玩水，快快乐乐吃得好睡得好，他最喜欢你这样子。但是一旦你动起来想要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些无为不为了，一大堆啰啰嗦嗦的事情，让你觉得哎呦怎么样困扰，要你打对堂鼓，要你信心冷下来。但是这个时候靠自己有办法吗？就是要更谨慎的同心合一传福音，用祷告来支撑，用祷告来看见神的力量跟保守。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邀请，我们从上个礼拜，从11月1号开始，我们带了团队推动一个荣耀丰收连锁禁食祷告。那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尽各样的方法去努力了，其他的就是靠神，圣灵才能供过。所以这个禁食祷告是将一切尽心服侍、辛劳付出的，一切都摆在神面前，因为求神来成就，求神来收割。我们从上个礼拜宣布，因为时间很紧凑啊，我们上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有135个人签名了，签名参加我们的这个禁食祷告，在楼下的公布栏。当然有的是一个人签了2次就2天或是3天，只要一餐的禁食一起祷告。有人是他自己因为体质的关系不能禁食也没问题啊，我就先祷告再吃啊。那重点是大家同心，因为神看重我们的心意那早上第一堂牧师讲完道哇，我看到很多人在签应该有超过160了吧？有那个空格不够签，就签到那些文字上面都可以了。目的是因为我们发现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即使一个小组的能力都不够，所以我们要结合弟兄姐妹，无论是第一线，你是信教的同工，或是你是一个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都有份来参与，因为他这样的来源，他这样的一个代祷有所本的。我们要同心为所爱的教会牧区团队团契祷告，也为个人、家庭、国家来祷告。我们都知道，台湾目前好像一切歌舞升平，很安稳老早中国说要打我们，我们都不当一回事啦。飞弹过来，我们也还是照样玩乐啦。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第3任的习近平又上任了，你看整个国家的变化太快了，我们来不及去应。一个那么大的企业要收就收，是几千亿的企业，要收归国有就收归国有，还正式入他们的党章说不放弃武力换台。那你也觉得说这个狼来的太久了，不管他。但是基督徒要警醒，这个事情绝对不能让它发生。我们难道愿意在这个体制下生活吗？荷兰郑州的富士康好几10万的工人大逃难了，不敢搭车，不敢搭地铁，就是拉了一个行李箱走路，因为这样才不会被抓到，不会被抓去居隔。因为他把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放在你的手机里面，又是要用手机去买票，又用手机去过关，一扫就知道说你是贴红线的，回来不要走。所以大家宁可走山路，走乡村的小路，因为这种体制不是台湾人能够过的。那你不守望，你靠自己，靠美国吗？我们要同心祷告，是因为我们要为台湾求平安。就像我们学习这个21天的祷告，是由但以理他所做的示范。这段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就简单提了他怎么说呢？是但以理他遇到国家的危难，遇到这一个耶路撒冷，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宣告说耶路撒冷要荒芜70年。他听到这个话说我的故乡会变成这样子，他多大的一个震撼啊！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禁食祷告，求神来保护，求神改变心意。那这段话怎么写呢？他说塞鲁士做波斯皇帝的第3年，上帝向这个但以理启示一个信息，这信息是真实的，很难了解。那但以理在异象中得到启示，他说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星期，整整3个星期没有吃正餐，没有吃肉，没有喝酒，没有梳头。换句话说，他这个时候就是圣经所提的在这个前面的1章就开始写了。他说9章3节说，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上帝祈祷，来恳求，因为他知道他的故乡、他的国家要70年
耶路撒冷被毁坏，城垣倒塌，会荒芜起来，像荒场一样，好像一个废墟一样，70年，那是多大的一个震撼的信息呀！那这个以后的经文很长，牧师就跳过了，有空你可以读一下哈，从第9章开始。他说正月24号，我就在底格里斯大河，底格里斯在哪边呢？就巴比伦那个地方嘛，不是他的故乡，他被抓到那边，在王宫里面当那个仆役了哈，就是当然被王来选来当他的侍候。那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有天使跟他显现，这些文字就在写这样哈。他说天使就对我说：“但以理啊，上帝非常喜爱你，你站起来，留心听我跟你说的话。我是被差派你到这里来的。”哦，他说完这话，我就站在那边颤抖。异象当中，天使向他显现。然后这段又接上来12到14节说，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上帝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经蒙应允。我是因为你的言语而来的。”弟兄姐妹，但以理在主面前刻苦己心，祷告21天，神就应许，而且派了天使来。这天使是谁呢？我们在圣经很出名的天使。他说：“波斯国的魔军阻拦我21天，忽然有大军，就是天使长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在停了在那边，在那个时候，他说：现在我来，要使你们明白本国之民之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弟兄姐妹，是的，但以理他处理危难的方法就是专心在主面前禁食祷告。所以我们在遇到目前我们这个时刻是一个改变的契机的时刻，我们也一起用21天的连锁禁食来向神呼求。另外一个，我们虽然有6个小组参与着福音运动、福音事工，但其他人不是没事情，是要守望。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书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要邀请有站在破口的捍卫勇士。22章30节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看有没有人能够修建城墙，站在城墙的破口。”我们需要有人愿意站在破口守望的代祷勇士，因为这样才能够让事情有大的转变，能够从负面变成正面，从危难转向平安。他原来经文是说，有没有人能够站在城墙的缺口，然后我在发怒的时候能够保卫这个城墙。意思说，本来是负面的，但是有人在那边守望，所以呢就能够保卫它。但是这一句话最后一句是有负面的，他说连一个人也找不到，那找不到就城墙要毁坏了啊。那弟兄姐妹，我们呼召弟兄姐妹参与这个守望的行动，是因为你是被神所看重的，你的祷告是有力量的，只要诚心在主面前。我们听到在牧师这个年纪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小故事哈，就是国小的国文课里面一个小故事，就写到说，在低地的国家，在荷兰有没有？在欧洲的荷兰啊，他们那边很多地都是水平线以下，所以他们必须要在海边筑一个墙挡水哈，堤岸挡水。有一群小朋友在那边玩的时候，发现说：“哎，奇怪，这个大墙的边边在渗水哎。”他以为是没事，因为反正一点点水怕什么？但这个孩子知道说，这个是危险，因为他爸爸妈妈曾告诉他说，这个水一旦冲破了这个护岸啊，我们整个村庄都要被淹没掉，所以他就赶快跑去怎么样？用手，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嘛，就用手把它按住，不要让它水过来，因为一渗水，这土就软了嘛，软了就会冲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故事说，就一个荷兰的孩童救了一个全村，因为他用手按住那个缺口。我们台湾其实也类似哎，很多河岸哈，很多溪流哈，都要筑这个护岸。
每当台风要来的时候，很多村庄的人都要去巡守，看这个河岸有没有缺口，要不然就赶快用沙包赶快堆起来，要不然整个水冲破了，整个村庄、田地、房屋都要被淹没了。弟兄姐妹，以西结书邀请的这个守护者，你我都有份。另外一个，就主的应许，我们刚刚读了雅各书5章16节，他说：“你们要互相认罪，彼此代祷，使你们得医治。义人的祷告有很大的功效。”换句话说，我们在主面前全心悔改认罪，是神给我们成为一个义人的一个身份跟经过。他说会彼此代祷，我们会得医治，而且义人的祷告有很大的功效。什么是义人呢？我们说世人没有一个是在神面前是称义的啊，义人是因为在主面前被主洁净的。所以义人的意义是什么？谦卑悔改，在主前蒙恩自洁的。第二个是你有怜悯爱人的心，不只是顾自己，愿意照顾别人，愿意关心别人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委身呼召，顺服差派。我们教会办了很多活动，你可能会有自己的认知，说这个跟我有关吗？你们做就好啦。但是神说，我呼召的是义人，你义人有参与，那整个行动就会更有力量。他说，祷告是带来力量的，所以顺服差派，参与呼召。我们在电梯里面贴了一个祷告金言，他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他说，我们以敬拜和颂赞来开始祷告时，我们是在调整自己的心意，准备以认罪、感恩和祈求来到上帝面前。你的敬拜，你的颂赞，刚刚我们开始为什么要用敬拜做开始呢？其实就是要清洁你的心嘛，你要在主面前调整自己的心意嘛，要用认罪跟感恩来上帝面前。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唱歌唱那么久啊，我等唱完了再进去，那等于你都没有准备好，你都没准备好就来啊，领受不了恩典啊，因为你的心没有被洁净嘛。所以我们的敬拜赞美为什么要15分钟、20分钟啊？不是随随便便的，好像这一群人哦，唱好玩的，不是啦，是真正调整自己的心理。所以你什么时候加进去唱，还包括我们拍手、我们举手，这些都是在调整你自己。就好像你要参加一个重要的运动比赛，你都不热身，就上场了，要不然就是这个运动伤害，要不然就提早退场了。你要好好的软身运动啊，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一起参与的。弟兄姐妹，以下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产业，我们真的要学习雅各书所讲的，我们要彼此代祷，在主面前认罪，是因为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有力量的义人。那我们教会的祷告产业有这么多，你参加了几项呢？我们自己来点算说，我能参与什么？用祷告认罪来祈求。荣耀丰收联手祷告禁食，我们已经进行了1个礼拜了，还有2个礼拜多。你如果有感动，就请签名加入，让大家觉得说，你有份，我们这是彼此同心的。我们在楼下的签名表有空格你就可以填。第二个是我们持续已经10多年的中保代祷士的守望祷告，我们各小组推动了 RPG 祷告复兴小组，我们的礼拜5举办恩典时刻祷告会，主日礼拜我们早上做礼拜前的这个会前祷告，还有我们个人这个不用说，你自己安排的时间的灵修祷告。弟兄姐妹，这些不是节目，这个也不是什么活动，这个是为你的整个灵命成长、圣灵的帮助，以及我们整个属灵产业的丰收，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只嫌少不嫌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举目向山，前进祷告守望。牧师很喜欢一首诗歌了哈，这首诗歌呢，就是用121篇所写的。在10年前我听到就